谢谢你。你好，这是暗汉山站吗？对对。我在网上，然后我看到了你的广告，所以我看到了好看的衣服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看你的商场，你的商场。当然可以。这边我们有衬衫，这边我们有裤子，那一边袜子。我可以我的兴趣看看吗？可以的。OK。我想这个裤子。牛仔裤。你穿什么的鞋？等会儿我试试吧，这是适合我的还是？好，没事。我觉得这个很舒服的，所以这个很适合。所以，但是我有点担心。为什么你担心？你觉得每个店我看到了很多广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衣服的质量的好还是不好，所以什么样质量的？我们总是表示广告里是正确的质量、正确的价格，所以可以别担心。所以你现在你说的对，你说质量的好吗？对，质量特别好。可以。别担心。别担心。我们可以给您保证。真的吗？对。可以。所以现在还有呢，我想买衬衫。你的衬衫在这边吗？对，这边。OK。我想这个衬衫，但是这是我看到了衬衫颜色的，还是这里的不一样的。你有别的颜色吗？对，我们有粉色的，我们有绿色的，我们有不同的白色的、黑色的，你喜欢？真的吗？你选蓝色的吗？对，我们有2种蓝色的，有短的，对，有长的。可以，我想自己看看，所以我想自己买的。所以这个蓝色的吗？对。可以，我试试吧。好。可以，我喜欢在这里买衬衫。特别好看，非常适合你。可以，所以可以，所以我想买的这里，所以一共多少钱？一共2000块钱。2000块钱。这是有点贵的嘛，便宜一点吧。我们可以给您打8折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商场我不知道，所以广告了以后，我坐出租车，我带车，所以如果你买便宜一点吧，我告诉别的人，所以便宜一点吧。打6折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什么付款呢？支付宝还是微信，还有刷卡，可以付现金，都可以。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支付宝我不看了。没事。刷卡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是什么银行？中国银行。中国银行。ICBC。中国银行。好。支付成功。所以从今天
我找到了你的生产，所以我要你的最好的顾客。如果你的衣服质量好，我告诉我的家，我的爸爸妈妈姐姐，非常愿意。所以我有很多朋友，我们告诉，所以他们来的。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你。